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我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，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，Let's go！ 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圣荷西中华归主教会，请我们的牧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摊位好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各位，很高兴看到大家。我们中华归主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是一个圣经为基础的教会。我们有300多人在这集合。星期天我们都来敬拜主，我们也有主日学，我们也有小组，我们有很多小组，20几个小组。也欢迎各位能来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跟从神，能够将来能够跟神同在。谢谢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也是这个教会的会友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神哦。欢迎大家。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，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，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？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明年等你哦，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，拜拜。